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传道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智慧。生命若无目标，失去方向，就会感觉什么拢是空虚。咱昨讲到基督徒诚多，也是讲世间人无信仰的倚靠，就会失去迄个生命的价值。生命一切都拢会变诚做空虚。所罗门王伫当代算是安尼真富有，智慧也无通攀比，国家强无人通替抗。伊的即个册真济，也无人通比较。但是当伊进入到老年的时阵，伊发现伊所拥有这一切，看起来是安尼远远超过别人的成就，拢是虚空啦吼。因为呢，伊离开上帝愈来愈远。传道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，所罗门王伊的自省。我对家己讲，来追求享乐，看有甚物好处，结果这嘛是空虚。我讲爱笑是天空，享乐嘛是空空。我想要用酒，互身躯爽快，过愚妄的生活。毋过，我的心犹豫爱互智慧来引带。通知人短短，通知人短短一生有甚物上好的生活，我就为着家己兴起大工程，去真济厝栽种葡萄，收造花园甲果子园。伫迄内面，我种植果子树，搁开水池，灌压树林内的树仔栽。我有买男女的萝莉，嘛有出世伫我家内，搁有真济的牛群、羊群，比我以前伫耶路撒冷遐的人所有的搁较济。我嘛为着家己积资金银，收集列王甲特省的财富，搁得到唱歌的男女，真侪强妃，以及世间人所喜爱的享受。安尼我就比以前所有伫耶路撒冷的人搁较兴旺，搁有智慧嘛，无离开我。我的目睭所爱的，我无甲伊阻挡；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无甲伊禁止，因为我的心对我所拍拼会感觉满足，这是我拍拼得到的报赏。毋过，我看我的手所做的一切，以及我劳碌所达成的，拢是空虚，拢是掠风，日光下面拢无利益。所罗门王不但掠做家己上智慧，事实上伫迄个时代嘛是公认啦吼，上有智慧的人。但是人的智慧若无有上帝智慧同在，就算袂得是啥物。所罗门王反省家己所拥有的，拢是一寡虚华奢华宴乐、富丽不实的物质。但是内心却是空虚，因为伊所拥有上悬的智慧，拢用伫咧扩张国土，增加国力，趁更较侪财富，来抢夺更较侪的某册。但是一切拢是虚空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保罗的劝勉也讲到。兄弟姊妹，我以前去恁遐的时，无用水的言辞，也是智慧宣讲上帝的奥秘，
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的，什么拢毋讲，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受钉死伫十字架的事。我伫恁遐的时，软弱阁行甲皮皮绝。我所讲的话，所宣讲的信息，拢无用巧妙智慧的言辞，是靠上帝的神大能力来证实。是要互恁的信仰，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大能力。虽然是安尼，对遐的灵性成熟的人，我嘛有讲智慧，不过毋是即世间的智慧，嘛毋是即世间注定会失势的统治者的智慧。我所讲的是上帝奥秘的智慧，是对人温密。是上帝为着要互咱得到荣光，伫创世以前就先决定的。即世间的统治者无一个认识即个智慧，因若捌就袂将荣耀会注定伫十字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上帝为着听伊的人准备的，是目睭毋捌看到的，耳孔毋捌听到的。嘛毋捌有人想到的，毋过上帝已经通过圣神将这一事对咱来启示。圣神彻底知万事，连上帝钦定的旨意嘛知。只有靠主，我靠主的真智慧所传的、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。保罗嘛捌自认为真有智慧，真好的教育，有真悬的道德标准。但是老尾伊知，若无有基督甲上帝的智慧，一切拢是空的啦吼。诗篇29篇，天界大灵者的正经字啊，着将上主应有的荣光权能归互伊，着归互伊，着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互伊，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。上主的声伫水面底响，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。上主临在伫海洋的顶面，上主的声有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子逼向树，上主拍碎黎巴嫩的逼向树，伊互黎巴嫩条条亲像牛仔囝，互叶文山条条亲像野牛仔囝。上主的声互死那闪死，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，上主互底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，上主的声互鹿母着惊生产，互树若爱树叶落甲空光光光。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化光，荣光归上主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气力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愿无知、无助、无灵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享受属天的智慧。互阮的生命充满国外的意义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